萬里12檔都搶，就係訂做嚟噶。跟住後邊有得力助手啦，內欄啦，咁啊橙衫嗰隻呢就奄尖大小響第7嚟嘅。咁啊再跟住後邊啦，仲有財源來噶。尾3奪目星光啊，咁啊暫時殿後一隊嘅馬匹呢，有超勁精神同埋嗰隻呢就係兄弟班嚟噶。啱啱呢過呢個1000-2米段柱啦，前面呢就係呢個前程萬里帶啦，跟住第2位呢就有呢個訂造噶。後邊內欄第3係八百匹啊，跟住個第4位呢仲有上蝦王啊。再喺外邊白衫白帽隻就浪漫天馬內欄啦，咁啊都靚位嚟噶啦，奄尖大笑係橙衫嘅。中間呢仲有藍衫黃帽就得力助手。尾4財源來啊，尾3攝內欄啊，柏寶真係早咗上嚟喎，咁啊喺內欄尾3超勁精神啊，尾2奪目星光兄弟班呢都啱啱接近將佢趕過噶啦。好啦，過埋呢個800米段柱，向住呢個600米段柱進發啦，次序都冇乜特別大嘅喐動噶啦。咁啊前程萬里帶啦，訂做第2啦，800匹第3啦，第4位仲有上蝦王啊，攝內欄慢慢上緊啲啦，奄尖大笑啊，咁啊一路全程3碟好似甜酒咁，有隻浪漫天馬噶，再後邊就係得力助手啊，超勁精神開內欄噶，財源來開始慢慢喺出邊上緊啲啦，包尾一對兄弟班同埋奪目星光噶。入正最後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呢仲係呢個前程萬里帶啦，跟住第2位有訂造噶，再喺入邊有800匹啦，中間上緊嚟嘅馬呢，再喺入邊揾位有奄尖大笑啊，攝內欄超勁精神大愛當財源來追緊啊，鬥到嚟最後100厘米，前面首先突圍出呢，見到外邊呢就係呢個財源來啊，攝內欄上緊嚟超勁精神，呢幾步好勁啊，中間仲有訂造，接近終點第1名呢就係呢隻財源來同埋超勁精神要影相啊，第3名呢都好接近嘅幾隻馬訂造。咁啊，結果呢，就應該我睇落第一眼就係嗰隻財源來都好似機會幾高啊！攝內欄一路都慳咗噶啦，超勁精神，接近終點一步，財源來到先啊！第3啊訂造，第4應該係兄弟班啊！睇衝線啦，壓落去，出邊到先喎，超勁精神攝內欄，第2，訂造第3，第4呢？第4哎呀出邊啊，兄弟班啊，都係冷啲嗰隻啊。兩個騎師啊，個勁精神都係後上嘅。冇嗰隻就得力助手，早段都騎嘅都唔夠快嘅，有一時時啊。咁反而外檔嗰隻馬又埋到嚟喎。係咯，加咗眼罩隻千程萬里啦，開邊跟住佢埋嚟嗰隻就係訂造啦，係啦。就好啲咯，即係我唔使即係3碟咯，我都叫跟到一隻馬。係得隻馬3碟嘅啫，唔係就係嗰隻咧，個 winner 好冷，係啊，冷得出奇嗰隻啊，曾經大熱，後尾唔係佢。佢仲要通常啲馬如果3碟要走先嘅，都喺直路嗰度走嘅，唔係佢轉彎先走。所以有時電算機同個沙圈都一樣，都幾重要，都要睇嘅。有連貫性啊！咁啊，前面帶頭千程萬里啦，定咗喺隔離拍住佢，埋邊800匹，跟住就上蝦王，內欄話橙衫咪奄尖大笑啦，跟住就得力助手，然後都係望空落單嗰隻浪漫天馬。超勁精神唔使包尾喎，呢場喺尾4啊，外邊係財源來。其實真係叻咗好多咯，超勁精神通常都呢個位應該仲喺尾嘅，佢都叫攝。一路攝個內欄，同埋柏寶都好早啊開始俾佢啦，啲馬係要早啲騎先得噶，你跑呢啲路程，好早已經打邊噶啦。入到嚟都放甩咗啲嘅千程萬里，不過好快就冇啦，訂做咗上嚟先。哇！出面換咗阿盧愛德嗰隻財源來啊！今次冇甩口啦，所以騎落去有啦。反應好好。